我覺得想睇下小區環境，嗱，我哋睇下，好舒服，乾唔乾淨你自己睇睇物業個情況啊。今下晝噶已經，前面嗰度係綠化，同埋有個休息室，再過去嗰度係泳池，打羽毛球，樓下嗰位置咧打乒乓球、打麻雀乜都有。小區環境係 OK 嘅，我哋而家都拍到單間，位置嚟講係碧桂園中心區位置，但房係一般般嘅，睇下先。今日拍套公寓仔，睇下個環境先。頂樓嚟嘅，但佢採光通風效果好喎。個水藍天，佢係邊戶，所以佢有個窗，有個衛生間有個窗。呢個位置，其他戶數係冇嘅。呢度可以廁所通風啊。香港業主57平方，睇下，基本全新啊，基本冇點住過嘅，睇得出。衛生間都好大，剛收翻嚟。我個業主買翻嚟高峰二手買嘅，嗰陣時買嗰陣時50幾，我屌！而家十零個，全部新嘅業主，18年嗰陣時買嘅，最高峰嗰陣時買嘅，同我講，香港業主反正拎包住，冚唪唥俾晒你。朝西南向，有少少海景嘅，實際睇下咁嘅效果。睇花園好乾淨缺點就係一層好多戶47戶，但係咧優勢就係咩啊？佢頂樓，但係佢唔會漏水，但係佢通風效果係好嘅。佢呢對出去唔係嗰種面對面嘅牆，佢係可以做到南北通，就係南北通透型嘅。其次就係佢位置好，隔籬就係菜市場，樓下到沙灘乜都最方便噶啦。一期嘅位置，價錢都平啊，10年個賣個70年差權，57平方嘅單間住宅型嘅文水文電，其他冇咩噶啦。有興趣嘅話，私聊我。